大家好，我係陳新妮，一齊睇下天氣啦。東北季候風令到今日好凍啊，今朝咧各區氣溫普遍下降到12度左右。睇下天文台下晝5點鐘嘅衛星雲圖啦。東北季候風係持續影響住華南，而下晝咧華南沿岸雲層轉薄，本港大部分地區嘅氣溫上升到18度左右。天文台錄得氣溫係介乎12.3到17.9度，相對濕度喺介乎56%到80%之間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現時氣溫係15度，相對濕度係74%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寒冷天氣警告而家都係生效㗎。睇下天氣先生預測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部分地區有煙霞。晚間市區最低氣溫大約係13度，而新界會再低1-2度。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溫大約係18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，離岸風勢清勁。咁展望之後幾日暖翻啲，又會有啲霧。預測空氣污染水平係中等至偏高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係屬於高。跟住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。北京同上海係多雲，成都密雲，廈門同廣州係多雲。澳門明朗，台北密雲，首爾多雲，東京天晴，馬尼拉有雷暴。胡志明市、曼谷、吉隆坡同新加坡都有雷暴，孟買係天晴。雅加達有雨，悉尼有雷暴，墨爾本同奧克蘭有驟雨，布里斯班係天晴。洛杉磯有毛毛雨，三藩市係多雲，紐約同多倫多天晴，溫哥華有驟雨。倫敦天晴，巴黎多雲，法蘭克福同蘇黎世有驟雨，亞姆斯特丹有雨。呢次天氣報道完啦，拜拜。